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心理衛生會教育及預防委員會主席、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哲。關注大家就住今次火災事故所帶來嘅精神健康風險，喺度咧都想同大家提一提以下幾點嘅。事發之後咧，我哋可能因為睇到好多新聞片段或者訊息，之後咧會出現一連串嘅負面情緒同埋反應。譬如咧日頭咧會成日都諗翻個畫面啦，夜晚咧又會發翻相關嘅噩夢，或者甚至乎咧會有失眠嘅現象。情緒咧可能會有焦慮啦、不安、傷心同埋憤怒。有時咧感覺太重嘅時候咧，調翻轉咧可能會有一種好麻木嘅感覺。呢個咧都屬於一啲即係我哋所謂急性壓力反應。通常咧喺數日或者數星期咧左右咧就會慢慢緩和噶啦，都屬於一個正常現象嚟嘅。如果對於本身曾經有創傷經歷或者情緒困擾嘅人士咧，可能咧對呢啲資訊咧會更加敏感嘅。如果你面對住呢啲唔同嘅資訊，你真係覺得頂唔順嘅時候咧，我建議大家暫停追看連續播放嘅新聞同埋社交媒體。如果你仲想了解呢個事件最新嘅發展咧，你可以改往咧去睇一啲文字嘅媒體嘅。另外咧，你亦都要好好咁照顧自己嘅基本需要，注意飲食啦同埋作息。如果你太緊張或者瞓覺瞓得唔好咧，大家亦都可以嘗試做一啲放鬆嘅練習，譬如深呼吸嘅練習，慢慢吸 hold 住一陣，跟住越慢咁樣呼翻啲氣出嚟，重複幾次都有助可以降低呢啲壓力嘅反應嘅。面對未知同埋無助嘅感覺，我都鼓勵大家唔好自己一個人去面對，你可以揾翻你熟悉嘅家人同埋朋友傾下，但係咧又未必一定需要勉強自己詳述翻呢個創傷嘅細節。總之就係隨住自己步伐，讓你自己嘅情緒自然流露就可以啦。最後，如果以上嘅症狀隨住時間冇好到，反而仲差咗，而且情況超過1個月或以上，影響到你日常嘅社交、工作同生活，我都建議你盡快揾相關專業嘅人士做翻評估。現時咧，香港心理衛生會同埋港大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合作，提供咗一條緊急情緒支援熱線，電話係9480928994809289。另外，本會唔同嘅單位咧，亦都會提供相關嘅支援，詳情咧都可以參考翻呢個影片嘅圖示。最後喺呢個艱難嘅時間，祝願大家平安，讓我哋彼此同行。